热血检察官不畏权势，绝地反击。西柚将上万准备收购 JQ 建设的合约交给西亚，希望他用这个成为会长，守护天下集团。赵议员得知西亚要收购 JQ 建设，猜到了是西柚的手笔，让秘书叫来了尹中基。随后，西柚就收到要去美国研习的调令。西柚决定在那之前斩断赵议员的右手。西柚将金秘书叫到天台，他还嚣张地让西柚认清现实，就凭他一个小小检察官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西柚早就做好了不做检察官的觉悟，就算铲除不了赵议员，但做了那么多事，总要有所收获吧。随后指向背后的大荧幕，新闻正播报金某非法买卖军火的事。原来那时西柚就设局拍下了证据，这样的天文数字就足以激起民愤了，更何况还证据确凿。金秘书计划压下报道，西柚夺下了他的手机，还手握他犯下的其他证据，任何一条都能让他牢底坐穿。赵议员看到新闻十分气愤，西柚还打来电话挑衅，让赵议员好好期待，如果戳中金秘书的要害，他的忠犬是否还能忠心耿耿。赵议员警告西柚不能动金秘书一根手指，并让人立即去寻找金秘书。金秘书此时独自站在天台，西柚让他不想成为猎物，就要反咬赵议员一口。金秘书烧毁了文件，打算独自抗下所有罪责。新闻播报金某自杀身亡的消息，赵议员痛心疾首，悲痛万分。西柚为了不去美国递交了辞呈。西柚看着昏迷不醒的上万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黄议员用党内提名权提名了西柚，西柚踏入政界的最终目标依旧是要除掉赵议员。赵议员得知此事，让秘书约见西柚。他还是想不明白西柚非要抓他的原因，让西柚不论是5年10年，好好培养自己的势力，还会帮西柚培养打倒他需要的力量，希望西柚能用他的能力为国家效力，哪怕之后还是要除掉他，也心甘情愿了。西柚不愿听他的虚伪演讲，转身离开。女秘书劝说西柚不要以卵击石，而西柚却叮嘱女秘书放弃扳倒赵议员，不然他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赵议员决定为金秘书报仇，要在选举结束后掀起腥风血雨。不老男神李准基重生开挂，扳倒权力顶峰。明秀找到赵议员致歉没能抓住西柚，将他为了抓住西柚准备的资料交给赵议员，希望能对竞选有帮助。明秀说西柚读书时经常打架，还在夜店莫名对同学施暴，已经录下被害人的陈述影像，还有他背着醉酒女子离开的画面，校园暴力加上性侵也足够了。大学时还参加拍卖会，压榨贫苦人群，也收集了受害者的怨言。赵议员收下了这张牌，因为他有了要除掉西柚的理由，让秘书立即煽动舆论，将西柚塑造成恶魔。新闻播报西柚涉嫌校园暴力，还放出了被害者的陈述，瞬间支持率大幅度暴跌。赵议员吩咐秘书继续爆料。韩美不明白西柚现在形象跌落谷底，为何还不发布澄清报道。这时秘书发短信邀约西柚单独见面，两人在教堂秘密会面。秘书疑惑西柚是如何发现他想要扳倒赵议员的。西柚希望秘书相信他，这样他才能活下去，也只有他才能成为赵议员的对手。他也会开始攻克负面新闻，而第一步就是要结婚。新闻播报天下集团本部长西亚发布婚讯，对方就是检察官出身，目前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西柚。西柚爸妈竟是通过电视才知道了儿子的婚讯，而全厅长等人对这个消息也十分震惊。瑰丽看到新闻也一头雾水。西柚借着记者会回应了最近的负面新闻，指出这都是为了陷害他的组织性行动，应该就是不满他加入政界的人下达的指示，并霸气喊话赵议员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在选民们面前公开较量。西柚与赵议员进行公开辩论，西柚公开了蒲某的举报视频，指出半岛银行腐败的背后都是赵议员指使，而西柚踏上政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终结肮脏腐败的政治权力。随后拿出金秘书的手机，里面都是赵议员犯下的罪证。赵议员公开了金秘书生前和西柚打斗的画面，质问西柚到底做了什么，逼迫无辜的人自杀。赵议员刚走出演播厅，就发现秘书竟要公开举报自己，而节目能顺利进行，也是西亚在背后撑腰。秘书指出赵议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不惜牺牲人命，还公布了赵议员的录音文件，非法筹集政治资金，控制检方，操控舆论的罪行。赵议员不慌不忙，让民众等待真相大白的一天。李准基复活众生，迎娶白富美，政界大佬落寞下场，是结束还是新的开始？西柚派怜惜救走了秘书，杀手尾随步步紧逼。赵议员看着舆论持续恶化，面色凝重。怜惜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杀手正要对秘书下手，西柚终于赶到，两人联手对抗杀手，一番恶战后终于击败了他。秘书请求西柚放过他，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还是他的哥哥。杀手被逮捕，秘书打算自首承担罪责，赵议员也成了孤家寡人。新闻播报赵议员下落不明，尹中基也被捕下台。秘书虽然身处监狱，却很自在开心。西柚承诺会在他刑期结束后，让他过上想要的人生。原来明秀也不是真的叛变，而是默默在背后帮助西柚。新闻播报在海边发现了疑似赵议员的尸体，明秀也确认了 DNA 真的是他。
病房内，西柚惊喜地发现上万的手只动了一下。西柚向众人公布了和西雅的婚事暂缓的消息，两人公布婚讯后才开始交往，还需要相互了解的时间，还为了弥补还给大家准备了巴厘岛旅行。一个男人正在清洗手上的血迹，然后做作地喷上香水，就让手下处理掉现场。这个男人将西柚抓到的人都释放了，而幕后主导就是千会长。他召集众人就是要复活赵议员的秘密组织，但他对权力毫不在意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任何人无法撼动的完美集团。西柚也清楚，人渣总会出现，但没有正义的国家迟早会走向灭亡。再次，我的人生到此就结束了，下部剧我们不见不散。